寒假将要来临，为了让弱势家庭的学童嘛用安心享用营养午餐，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结合民间的社团妇女联合会、康黄金诸神爱心协会、英美西主会、甲中华九子慈善会等善心团体，连续第7档举办寒假的中餐活动，包括南区、安平甲东区总共17间国中小，313位学童受惠。社会资源往往也是必须要靠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将小爱化为大爱，我们集中很小很小的爱，把它化为一个大爱，才能产起关心我们需要关心的人呐。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就是在寒假暑假，关心我们的协同就是针对这些比较弱势的协同，我们免费让他就是供应营养午餐，希望他们在放假的时候，他们不会受到挨饿，而且也希望说他们在放假的时候，让他的父母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社会服务那我觉得说对我们的会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们今年的会员创到快1500位，从1200位到今年的会员是1500位。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大家都非常认同我们妇女联合会长期在关心这些孩童，大家都看到有目共睹。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来把这些服务的项目更加扩大，然后有更多人来认同肯定我们的妇女联合会，然后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孩童们，这是我们今天非常喜慰而且欣慰的一点寒假暑假之前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议员带领着我们一些爱心团体的一个身影真的是相当的一个感动。那人家说万事起头难，但是我觉得要持续下去更难。那刚才听演讲已经持续已经7年了，我想这相当不容易，所以这边真的要代表教育局还有所有学校，真的是要表达感佩跟感谢议员林美燕表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物价波动，根据统计，大约8成的弱势家庭受影响。中餐活动的计划举办7档来，今年也首次突破300位学童，不但人数增加，而且每份的中昼顿平均阁增加15块。因此，议员呼吁，如果小朋友若无法度来领取，嘛要事先通知，避免爱心资源被浪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